正月初一，有真侪民众拢会去庙里排队，要领钱宝、领发财金。伫咧中华保盐的顺德宫，对29暝就开始搭棚啊、摆椅啊，互民众会当坐咧排队，唔免受风寒。因也伫咧婚林西的福兴宫，此时嘛要来开庙门抢头香，而且即间是传美金的开运红包，要来发予信众。 庙的大布棚，而且伫咧下骹摆椅啊摆几排，这是为着初一开庙门来做准备。中华保盐顺德宫初一开庙门了后，就会分纪念帽啊甲钱宝。不过因为初一天气要是真寒，庙的烦恼民众排队的伤冷，所以伫咧28围炉这一天，先搭布棚甲椅啊摆好势。明仔载开庙门5:15吼，天气足冷吼，所以咱会为着布棚互大家等的信众。 哦，才袂咱讲安尼遐尼寒，互因穿一块衣啊，互因休困坐者吼。顺德宫纪念的帽啊，嘛号做是冠军帽，因为参加挪威铁人3项的选手艾登，2019年伊就是戴这顶帽啊去参加比赛，摕到冠军。这顶帽啊，总安尼穿起来，嘛叫做信徒心中会带来好运的物件。每一年的新家顺德宫拢会分新的纪念帽啊，是啥真侪民众排队来领。会专程为了那个很热闹来那个体验一下。 那婚林西的福兴宫是准备9999的红包，内底放1块的美金。伫咧初一开庙门抢头香了后，就会分予民众。12点准时开庙啦，大家来排队，大家莫赶，安全第一，大家才就爱咱庙拜拜，来领咱这个红包安尼。福兴宫表示，今年分的红包数量甲旧年是同款的，不过旧年有真侪民众无领到。 按算今年围炉了后，就会开始出现排队的人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